致旺財呢隻5歲新馬由偉達馬房今季評分由43下調至40分。版主早於季初提供過呢匹馬，上次響5班跑馬地草地1650米贏咗，今次升咗4班跑同程換咗楊明倫孭116磅出戰。呢隻馬響6檔出閘起步後順利走入內欄放頭位置，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仍保持優勢開始發力，最後200米睇落同好好分帶離群區，最後響好地至快地時間1比39.47及末段24.95輸川河首區以第2名過終點。以全日各場賽事以正常至偏快步速下，呢場能夠在快標準時間快9.5線搞掂，比另一場4班1650米快相差4線，仲比另一場3班1650米快相差7線。咁嘅情況下，呢匹馬響領放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甚為出色。關於此區賽後被查詢時，楊明倫表示他獲指示讓座騎佔取馬主及練馬師預期的領放馬，精明選擇之後的前列位置。他說座騎於早段居好好分，外側之際搶口及不願穩定走勢。他說他因而容許座騎上前超越好好分，座騎其後在領放下走勢較為穩定。儘管小組留意到此舉導致此區於賽事早段以較標準時間快的步速競跑，但認為楊明倫在此情況下讓座騎上前屬合理。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相關新聞提到方嘉柏馬房今晚擺下強陣，多區均備受注視。結果他先在第4場憑喜勝進區贏頭馬，接着在第5場上週三跑第2，匆匆在的川河首區在見習生黃志宏胯下順利保中贏馬。馬房暫時贏得孖寶。根據上述嘅情況，呢匹5歲澳洲馬今季雖然表現飄忽，相信狀態漸起下，偉達仍會在餘下賽事把握機會再拎更好成績。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記得訂閱並推薦一下啦。